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嘅 channel。咁開始之前呢，都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嘅，你有冇試過學習嗰陣時呢係咁抄筆記，成版紙呢係間晒熒光筆，但係呢，到咗真正考試、面試、工作要用嗰陣時呢，個腦呢有一片空白喎。如果你有呢一個感覺呢，唔係因為你蠢，係因為你用咗低效嘅輸入。今日呢，就會同你拆解最高學習法嘅核心，點樣將輸入呢由被動嘅吸收係升級做主動嘅掌握，用最少嘅時間呢係攞到最大嘅吸收率嘅，記得到又用得到。咁好多時呢，我哋都以為學習咁就梗係要睇啦、聽啦同埋抄嘅，但係呢，大腦係唔會因為你睇過聽過就自動去升級嘅。被動輸入呢，只係好短暫呢，將一啲資料呢係放到工作嘅記憶，幾個鐘頭之後呢，可能就已經唔記得啦。咁要由睇過變成呢識用呢，你係需要有三樣嘢嘅。第一就係個目的感啦，你要知道自己係為乜嘢而學嘅。第二，結構化，將知識呢由一啲碎片呢係變成一個路線圖。第三，主動回憶，你要逼自己呢喺冇提示之下呢都可以講得出啦、寫得出啦，同埋做得出嘅。咁呢三樣嘢一齊出現呢，你先至會由輸入呢係變為吸收嘅。咁我哋點樣去提升呢一個升級輸入呢？就係任務化輸入嘅。你唔再呢就係睇書就係睇書，而係呢先定一個好清晰嘅任務。例如我今日呢要搞清楚呢一章三個核心嘅概念，並且呢可以用自己嘅說話呢係解釋俾一個朋友聽嘅。咁當你真係帶住呢一個任務去輸入呢，你嘅注意力呢係自然會收窄到一個重點嘅，你個腦呢係會自動幫你篩走一啲雜訊嘅。咁第二呢，係利用文字啦，再加圖片嘅。同一個概念呢，你同時可以用文字啦，再加去圖像呢係去記憶嘅。你可以先讀一段文字啦，跟住呢即刻係畫一個圖嘅，可以畫一個流程啦、箭嘴啦、因果啦或者對比嘅。唔需要話一定要好靚，但係你自己睇完係明嘅。咁當呢一啲文字呢，同埋一啲圖像呢，係放喺你個腦入邊呢，你嗰個記憶呢係會實在啲嘅。如果你係中意聽 podcast 啦，或者睇影片呢，咁你去一路聽呢，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做呢一啲嘅圖像嘅，咁一樣呢都係有用嘅。咁第三呢，就係主動回憶嘅。咁當你學習嗰陣時呢，其實你每學習一段嘢，你都可以停一停，跟住合埋本書，問自己三個問題嘅。我啱啱學咗啲乜嘢？我可唔可以用自己嘅文字呢，說話去表達翻出嚟？如果要喺現實生活呢係去用嘅話，我應該點樣去應用呢？咁當你逼自己講得出呢，你個海綿體呢先至會幫你將呢一個知識呢係搬去呢一個長期嘅記憶嘅。咁如果你係一個文字輸入學習型嘅人呢，咁可能你會好中意呢係去間用熒光筆去間一啲重點嘅。咁其實呢，更加有效嘅做法呢係一叫做呢前冊式嘅閱讀嘅。即係話呢，你先用大概1分鐘嘅時間呢，係睇一睇嗰本書個標題啦、圖表啦，同埋一啲粗字體啦。跟住呢，你寫低你大概推測作者係會想講啲乜嘢，跟住呢，你先至正式去讀入邊嘅內容嘅。咁你讀完呢，可能一個 chapter 之後呢，咁你就合埋本書啦，跟住呢，就自己試下大概用1分鐘嘅時間講翻啱啱你讀完嘅內容嘅。咁跟住呢，你可以將你啱啱讀完嘅內容，可能自己整成一個地圖啦，跟住呢，列出3個最關鍵嘅重點嘅。咁你下一次再睇嗰陣時呢，又唔需要話又要由零開始嘅。
咁如果你係影片輸入學習型嘅人呢，咁就唔好被動咁樣由頭睇到落尾，睇完就算嘅。反而你中間呢，睇下又停下，大概可能每2-3分鐘停一停啦，講翻啱啱嘅重點啦。喺需要嘅位置呢，你係可以截圖嘅。跟住最尾呢，睇完條片啦，你自己可以做一個練習嘅。咁你可能又係問翻自己問題，你啱啱睇完嘅內容係乜嘢啦？跟住俾翻一啲小測驗俾自己嘅。咁所以呢，係真係令到自己真係明白，而唔係我以為自己真係明白啦。所以練習呢，係一個好好嘅測試，去測試自己究竟係咪真係明嘅。咁如果你係音訊輸入學習型嘅人呢，即係例如你中意聽 podcast 去學習嘅話呢，咁其實一樣啦。你大概可能聽咗5分鐘呢，咁你又停一停啦，咁你又問自己啦，啱啱嗰個講者佢提出嘅係咩主張呢？咁佢嘅證據係乜嘢呢？佢同我本身已經有嘅知識喺邊一度可以相合，或者邊一度呢係有啲衝突嘅？咁跟住呢，可能你可能中意可能搭車嗰陣時聽嘅話呢，咁你到咗目的地啦，咁你咪寫低3句你覺得最值得記得嘅句子嘅，跟住可能做成一個筆記啦，之後可以定期咁樣係去溫習翻嘅。咁如果你係上堂啦，或者你可能中意聽一啲講座去學習嘅人嘅話呢，咁你就千祈唔好每一次聽嗰時呢，就係咁喺度抄筆記嘅，而係呢，係要即時將一啲內容呢係去結構化啦。即係你可以喺你嘅筆記嘅左邊呢係寫一啲關鍵詞嘅，跟住呢右邊呢就係畫可能一啲關係嘅箭嘴嘅，跟住呢最底嗰度呢，你就留空啦，做一個回顧嘅。咁上完堂之後呢，你再將呢成版嘅筆記呢係壓縮到可能一句說話啦，再加3個重點嘅。咁然之後呢，你再做成一個筆記仔啦。咁得閒嗰時呢，你又可以去溫習翻嘅。咁但係你可能呢會覺得咁樣做呢係好慢嘅，但係呢，其實呢慢呢唔係一個問題。如果你冇帶住任何嘅任務呢係去睇嘅話呢，先係一個問題嘅。如果你每一次嘅輸入呢都配一個小輸出呢，雖然你係睇慢啲或者係睇得少啲，但係呢，你吸收咗呢反而係更加多嘅。你可能亦都會話我記性唔好。記性唔好呢，其實唔係天生嘅，而係呢，你嗰個回憶嘅次數太少，你隔得太耐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將呢一啲嘅回顧呢，係放到你每一日嗰個日常生活呢，你會見到呢，你本嚟唔係好記得嘅嘢呢，其實你會慢慢係記得多咗或者熟咗嘅。你都會可能擔心呢，畫圖好嘥時間喎。其實呢，畫圖呢係一個加速器嚟嘅，因為佢係逼緊你係去結構化啦，去選擇啦，同埋去壓縮嘅。咁你係幫你由一個好雜亂嘅知識呢，係變得好清晰嘅。咁呢學習呢唔係一個收集資料嘅，學習呢係將一個資料呢係變成能量。當你呢係用任務化呢係去輸入啦，主動回憶呢，再配合呢每一日重複嘅流程呢，其實你會感覺到呢個腦袋呢係更加清晰，同埋你係真係可以用得出，而且呢亦都會越嚟越順嘅。咁呢一套方法呢，其實對任何嘅科目都啱用嘅。你無論學語言啦、數學、商業、工程，甚至呢係興趣班都可以用到嘅。咁多謝你睇到呢度啦。如果你覺得呢一條片都幫到你嘅話呢，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